昨暗伫咧新北山顶埔一间卖猪脚卤肉饭的店，有2个人客因为便所各有座位的问题超袂好势，所以甲店员起冲突，双方是起骹动手，要互相告对方伤害。即摆专案是已经上班。伫个饭店馆，甲卤肉汤淋起哩，香港讲的卤肉饭就会当上桌。即间猪脚卤肉饭的老店，本来到食饭的时段，人就吵，想袂到煞发生冲突。 故意丢你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我就只是跟他说厕所不在那边。店员因为轰破甲几分熟的饭菜，是气甲甲警察讲，来这食饭的2个人客，因为摸唔到便所的所在，甲因说明了后，颠倒起配面，而且纠纷也唔难呢。跟他说6桌不开放，6桌是8到6个人，然后直接更用力走。因为便所的问题已经完一停啊，所以来安排座位又搁弯起来，人客是起一个甲饭菜泡对店员的分数器，了后双方怎起骹动手。 应该是他坐大桌的啦，因为2个人我们会安排小桌的让他坐。有喝一点酒啊，因为有员工讲话的口气不是很好，还是怎样，就这样纠纷了。冲突发生伫咧新北市三重埔，25暗时6点外，3个人相拍了后拢受伤，其中一个40多岁人客有侧伤，27岁店员目睭边去刮到，双方互相告伤害以外，店员嘛提告妨害名誉。双方互提告诉，本分局依法受理。 讯后依伤害等罪，将知识3人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类似的冲突，顶日在新北市嘛发生，有一个查甫人去甲豆娘店借便所，因为去互拒绝，就动手耍长人店头的设备，搁甲员工扇喙皮。也若台北市有人起摩拜，就乌白讲车攻击过路人，还搁甲超商的玻璃门暂互破。在情绪失控的情形之下，做出这个无理性的行为，事后拢都要付出代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